河，少日夫經過。金正恩係木嘴一個，張繼聰話今晚溝我，蕭亞軒着黑絲走過，柯震東話蕭姨俾我，沈震軒望見陳潔靈，一理通就會馬國明，多細 S 遇上蔡康永，甄子丹打功夫最勁，強若易告的九姑娘，梁振英唔肯傾黎棟國醉酒，中間一番教會馬賽踢渠蓋，家燕哥屈阿姐一晚，唐寧抄功課夏威夷嘴我，大島優子憎我目睹，黃德斌約陳豪去發行，如話決定對打洪金寶，劉華生一個何鴻燊千個，剩低山聰一個獨坐，成龍喺中國爆炸的中國，潮州佬想像我。